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嚟到呢個單位呢，御龍山介紹一個呢三房套廁嘅單位。咁呢一個呢就係連埋多用途房嘅。咁啊間隔方面呢就非常之四正噶。我哋去望下，實用面積呢係769尺嘅，但有裝修。咁啊原本呢業主自用嘅，咁而家就愛嚟出租。